喂，搞咩啊？喂，搞咩搞咩？喂，你嘅禮金揾夠啦咩？爭少少。喂，咁仲唔做嘢嘅？好 ，OK， 即刻做嘢。為咗娶老婆嘅禮金，肯定要努力工作啦。屏幕前尊貴嘅準業主，今日呢套只需要20萬嘅珠海豪宅，佢又可以俾到你點樣嘅配套以及生活方式呢？隨住鏡頭嚟感受你呢套20萬入手嘅豪宅啦。率先講返交通方面，由香港出發經港珠澳大橋人工島2個右轉就可以返到屋企。例如平時出門吃喝玩樂更是多到選擇困難症啊！因為佢5至10分鐘車程就涵蓋諸多商圈。率先嘅就係中海富華里戶外花園式嘅綜合體 shopping mall， 不同於傳統嘅室內 mall， 佢嘅業態會更多元化，喺呢度會有更放鬆、更超嘅消費體驗，以及南平華發商都一站式嘅項目商業體量，涵蓋全齡段的吃喝玩樂，亦是多數港澳人北上的必去之一。更有前山環宇城、明珠站、碧樂城、山姆會員店等等，呢啲都係10分鐘車程內就俾到你嘅生活方式。跟住再提及下呢個始於南宋時期嘅北山大院歷史文化街區，十分適合作為 City Walker 嘅選擇，涵蓋諸多特色餐飲類別。飽飯之後聽聽 live house， 小飲2杯，散場後仲可以選擇就近按個腳做個 SPA， 再返屋企或者返程香港，呢啲咪係生活咯。內部嘅吃喝玩樂配套，而返到屋苑方面，先講下佢嘅小區環境，更是冇得談啊！佳景康城作為港資發展商，可謂更懂香港人，以人為本的理念，單小區園林就耗資超2000萬重金打造，16% 嘅綠化率，現代化園景主題，打造10種意境連廊式會客廳，居住於此無需外出，撳下電梯落樓就有樂園，亦或是公園嘅生活方式。佳景康城總佔地44萬平方米，目前最新開發緊嘅係第4期，未來第5期仲規劃咗10萬方嘅超大型商業綜合體以及星級酒店，屆時真係衣食住行足不出戶，落樓即達啊！當然經過12年嘅時間發展，現時佳景康城嘅底商都可以解決到日常嘅需求嘅，當中就有中山非遺、正風魚、麥當勞、電影院、按摩體牙、生活超市等等。再返到目前最新加推嘅4期8棟在售產品，戶戶南北通透，分別係01、02嘅89平方經濟舒適型3房2衛，03嘅118平方，04嘅105平方屬於享受型嘅戶型，全面升級嘅精裝交標相當出色啊！率先俾到嘅華為全屋智能系統、YKK 嘅門窗、歐派櫥櫃、方太嘅洗碗機、油煙機等，松下涼把、日立中央空調、飛利浦嘅淨水器等等，全部都係國內外嘅牌子嘢啊！冇錯，呢套就係閣下即將入住嘅1400尺4房2廳3衛嘅豪宅單位。OK， 請閣下驗收。